后来最近这个东北风劲头，中华鹿港的海边啊，有一张农田地主车包厢来种地，结果车内的土，雨风是吹甲四界洋飞，都袂输是沙尘暴。附近20外户的徛家，厝内底灶骹、客厅、下间啊，拢是高一层的土沙。大家唔敢煮物件，唔敢洗衫裤，参小朋友拢因为输伤侪风杯沙，一直扫，甚至个流鼻血。东北季风实在是真强，甲涂骹顶的沙全部拢卷起来。骑机车的民众敢若会使赶紧通过，不过附近的民众逐工拢爱面对风飞沙，实在是真困扰。这样子就很多了，所以就没办法晒衣服。这个不用到5分钟，不到5分钟，它马上又成灰这样。民众的衫洗好啊，嘛无法度晒，灶骹内底有一站高的沙，根本无法度煮食。你看，满满的沙。一天扫2摆涂骹嘛，扫袂清气，连囡仔拢因为去日伤济风沙底下，互流鼻血，老师赶紧甲家长通知。就是一直擤鼻涕。擤出来是什么东西？就是有一点点血。血。有沙子吗？有。中华鹿港的海边啊，这块农地最近咧种地，结果土予东北季风吹甲洋飞，环保局嘛才着通报。短期之内有请他先进行洒水。那未来如果它污染如果很明显那我们会依空气污染防治法，最高可以处6000元的那个罚款。除了风飞沙的困扰，附近的民众怀疑种地土地内底有砖仔角和轮胎等等的废弃物，怀疑才变做一个带物件的所在。民众希望环保局查清楚，形成一个清气的生活环境。